院在过去的弹劾纠举、审计、调查里面，非常多其实是作为政治打手，这个事情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监察院存在的目的性跟它的功能不彰，备受质疑。民众党5位委员，我们也提出了修宪的相关版本。所以我们给总统的建言是希望即刻就能够让国会启动修宪。提名的29位监察委员，今天第一场由这个陈菊院长的这个提名人要备询啊。我想早上发生的这个朝野的冲突，包括流血的这些事件，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沉重也遗憾。整个朝野的对立这件事，就是因为总统的提名造成国人哗然，造成政党之间的对立。这样的提名的作业程序极度不尊重国会，在临时会的时候贸然的提出。第二个，各界质疑的人选到目前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没有人站出来调整，都是让媒体各自捕风捉影之下，形成更多的疑虑。第三，我想总统是监委考委的提名人，提名作业程序中，他是不是有一些思虑不周，造成提名的迷失？包括要跨政党提名，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是让朝野可以接受的名单。第二个，非常多有疑虑的事件，包括有一些候选人自己本身都曾经在调查的这个事件里面备受监察院的弹劾纠举，这样的一个名单真的不适合，真的要撤回。所以我们刚刚5位委员到总统府去递交我们的建言信，我们希望总统慎思，趁这个时候能够撤回名单，能够开始启动修宪。其实监察院在过去的弹劾纠举、审计、调查里面，非常多其实是作为政治打手，这个事情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监察院存在的目的性跟它的功能不彰，备受质疑。民众党5位委员，我们也提出了修宪的相关版本。所以我们给总统的建言是希望即刻就能够让国会启动修宪，民进党不要再打假球，国民党不要回避签释宪的这个相关版本，大家一起来把这样一个陈科历史上的污名，让监察院从此查封，从此退出我们国家在三权分立新的路上，不要再有监察院、考试院这种毒瘤式的机构。所以我们5位委员今天等一下我们会进议场，我们也会表达这样子沉重的呼吁，希望总统听到，希望执政党61位立委能够从善如流，启动你们的修宪工程，不要在临时会里面一拖再拖，让你们的委员提好提满之后，让他们坐拥年薪7000多万，整体上面国家要耗费7亿多一年，这样的预算其实是民脂民膏，不宜再这样子浪费下去，浪费人民的对你们的期待，也浪费国家的资源。被考监撤提名，总统启动修宪。被考监撤提名，被考监撤提名，启动修宪。被考监撤提名，启动修宪。被考监撤提名。后来。